自2025年5月初十，每日成安宫读经。大灵的公义者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82篇第1节到第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82篇，阿萨的诗。上帝伫天庭主持大会，伫众神的会中得审判。恁无照公义审判，偏袒歹人要到什么时？恁着为善车人甲孤儿伸冤，为困苦欠客的人主持公道，着解救善车欠客的人，互因脱离歹人的手。恁毋知，完全袂了解，伫黑暗中行来行去，公义的根基拢摇绝。我捌讲，恁是神，拢是至悬上帝的囝。毋过，恁甲世间人相款，拢会死，亲像逐个领袖会倒落去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万国拢是你的。大灵的公义者，申命记17章记载，人民之间若有财产纠纷、伤害、杀人案件等等，是地方审判官学得判断的，就必须讲到上帝所选定的敬拜场所去，交予特班的利未祭司和审判官做判断。搁着按照这个祭司和审判官所指示的判断去行，毋通偏离左右。若人善假毋听趁迄徛我伫上帝面前的祭司也是审判官的判断，迄人就必须治死。安尼就甲迄个歹对以色列中除掉。这个审判官必须是上主所竞选的人，爱对逐支族设定委派，因必须用公平审判人民，着公正无私，毋通滥用职权，也毋通接受贿赂，必须公平正直执法。安尼，上帝的子民就当拥有上帝所要赐予因的土地，长久住踮遐。检采是人间的公平审判官学找。诗篇82篇用戏剧化的画面，呈现上帝亲自主持天庭的聚会，伫会议中施行判断。诗的脉络意向非常明显。全能的上帝统御一切，掌管万有。伊的审判是公正的，伊维护善车人和孤儿的权利，搁为受冤屈的人伸冤。掌握司法权柄的审判官，因的权柄是对上帝来的。你当伫上帝所委托审理人民的案件顶面秉公行义。审判官之所以偏袒小者，常常是因为无法度抵挡搁较权位者的权势，也是为着图谋私人利益，直到做出无公平的审判，藐视善车人和孤儿的权利，要为贫苦无告的人主持公道，容许善车贫寒的人受恶人欺凌，搁无伸出援手，互公平正义被断送，成做恶者的方向，造成恶的循环。因为安尼，世人呼求上帝起来审判世界。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伫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。
国民法官是由一群来自无共行业背景的国民中随机抽选出来，甲法官做伙审判的制度。伫法庭中会有6名国民法官甲3名法官，同齐审理特定的刑事案件，佮共同商议定罪、量刑等事宜，将国民多元的视野甲经验纳入审判中，帮助司法判决搁较周全。只要年满23岁的国民，伫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面连续居住4个月以上，拢可能成做国民法官。国民法官行使官职的时，必须独立行使，公正诚实执行审判职务，无受任何干涉。伫过程中，也必须遵守宣誓，严守秘密，专程到庭，据实陈述，公正独立，参与审判，参与评议，听从诉讼指挥等8项义务。假使被发现违反义务，除了必须退出国民法官，情节严重者，可能接受相对应的处罚。伫安尼的制度下，咱拢有可能有机会成做国民法官。当有司法权柄的时，应当清楚，权柄拢是上帝所赋予，搁有一日爱向大审判官上帝交涉。默想，上帝聆听世间人一切冤屈和悲伤叹息，伊的作为是秉公行义。上帝聆听世间人一切冤屈和悲伤叹息，伊的作为是秉公行义。咱来祈祷，圣洁的上帝，你将慈爱和公义建立伫阮中间。我愿意恪遵你的教导，互公义运行，亲像大水涌流；正义伸张，亲像溪水川流不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